陈贵儿，陈贵儿，起来吧，啊，你不是爱吃包子吗？我给你包好了。包子。来吃吧啊！太好了，尝尝我做的这个。老婆，你这2天表现的可真好。我哪天表现不好啊？我不一直都这样吗？再说了，像咱们家这么大个厂子，我能不操心吗？吃喝拉撒睡，我有一样想不到都不行。哼，要是你呀，2天就完喽。是。我要是你啊，我还真愿意当个甩手掌柜的啊，啥心也不用操，还有那么多人给挣银子。哎呦，没啥事的时候啊，吃吃喝喝，聊聊天儿，再上园子里看看戏。哎呦，神仙的日子！啊，对了，你知道吧？杏花现在可火了。你找着杏花了？哎呦，哎呦，你看看你的眼睛，一提到杏花就冒光了。没。张家口现在啊，最大的园子啊就是翠峰园。这翠峰园啊，那是单家班的厂子，单家班厂子里边杏花最红。杏花进戏园子了啊？那他认你不？哎呦，能不认吗？我是他娘。那你说他能认我不？认，能不认你吗？他还问起你来着。真的？嗯。那他怎么跟你说的？哎呀，一个大姑娘家怎么说？老婆，我现在就找他去啊。哎，这饭不吃了？不吃了。你找人家天还没黑呢，人家天黑了才唱戏呢。我给你的银子还有吧？还有点儿。那你到外边去弄个院子啊，然后把剩下的呢就放到家里边，家里安全。就那点钱你还惦记着呢？行，你要是不愿意放家也行，杏花的事儿你就别想了。你去嫖去吧啊！哎，别，我也没说不往回拿呀。哎，老婆，可有一样啊，我拿回来你得给我留点零花用啊。哎呦，那这么大个窑子都是你的，还不是你花钱？好，我这就取去啊。黑喜儿，赶紧给我叫个车去。哎，许安红，你干爹又在外面等着你呢，你就跟他出去趟吧。我不去。哎，许安红，咱可是吃张口饭的，每一碗饭都指望着这些爷们喂呢。你要是老使小性子，那以后没有以后了。哎，你这啥意思啊？二爷，我想走。你说啥？走？咋的？你也给二爷闹难堪？不是，我也舍不得离开沈家班。杏花红啊，你跟你师傅活金枝可不一样，他出去能找碗饭吃，你可不一定能找着啊。再说了，你摸着良心问问自个儿，要不是二爷我，你能有今天？二爷，你想差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哼，我想差了，你冷不丁就赏我一个大跟头，还说我想差了。哼，杏花红，你走不了。我必须得走，这张家口多一天我也不能待了。切，你把今年的包银已经支了，还有契约在这摆着呢，你想走啊？没门儿！哎，杏花红，你这是咋了？是不是遇到啥坎儿了？是遇到坎儿了，还是过不去的坎儿？哎，这天底下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跟二爷我说说，也许能帮你出个主意。你帮不了我的，谁都帮不了我。二爷，外边有个客人送了10块现大洋，说是当赏给杏花红的。哦，哎，好家伙，一出手就10来块啊！谁啊？哦，那他都没说，他就说请杏花红出去喝茶。哦，你出去回个话，
说杏花红不去。哎，等等，我去。哎，杏花红，你这，那你干爹那儿咋办啊？麻烦二爷去回个话，就说杏花红今儿身子不舒服，改天再去陪她喝茶。哎呦，这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干爹那可是大老板呐，你咋就……我现在需要现钱。那你不闹着要走了？其余都在你这儿，我想走也走不了啊。哎，这就对喽，我的姑奶奶，往后啊，你可别再吓唬你二爷我喽。刚才是哪位爷找我？爷，我找你。杏花，你来干什么？咋的呀？不认你爹了？别爹呀爹的叫那么亲，你可不是我爹。对，杏花，以后啊是不能管我叫爹了，叫爹那就差了辈儿了。杏花，以后啊你就管我叫陈贵儿，叫保重啊，你愿意叫啥你就叫啥吧。孙陈贵儿，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啊你？哎，我可不认识你，你给我滚！滚！哎呀，让我滚！今儿你要不答应爷，爷他娘的还不走了，咋的？小儿，送客。爷，您请吧。哎，你走，你他娘的，走吧！人要一阔脸就变啊，真他娘的不是个东西！你不想要，哼，爷还舍不得给呢。走吧，起来！等一下，咋的，杏花？你同意了？孙陈贵儿，我有事想问你。你问。日常叔的本钱是不是你给吞了？你咋冷不丁你提起他？你说，孙陈贵儿，你的良心让狗吃了是吧？你们孙家挣那么多钱，生意做那么大，那还不是日常叔拿命给你拼回来的？你现在倒好，连句话都没有就把人扒得精光，你也太不是人了！你们行了，甭说了。他王瑞昌把你从禹县整到张家口来，我还没找他算账呢，你还替他说话。你弄错了，不是他把我整来的，是我自己要来的。行了吧你啊！就你一个小黄毛丫头，我才不信呢。孙陈贵儿，我告诉你，今儿你要是能把日常叔的本钱还上，以后我还认你这个后爹。你要是还不上，就当咱俩没认识过。杏花，不是你怎么老替他说话？哎，老不理我。你别碰我！你说还还是不还？行，我还他。可我还了，你咋办？啥咋办？哎呀，我可不是冤大头啊！照你说的，也把钱还他，可有一样，你呀得给爷做二房。哎，小二，来杯茶。哎，你他娘的我！喜宝哥，你穿的这是啥呀？上面还缺俩扣，后头还没缝上呢。连这都没见过，这是洋装，洋人都穿这个。娘娘，你看喜宝哥穿的是啥呀？我看看。哎呦，哎呀，这孩子，嫂子，他咋穿成这样啊？嗨，这是洋人家孩子穿剩下的，我就让他穿上了，还挺结实的呢。孩子们瞎穿呗。其实我也瞅着也挺别扭的，可他倒挺喜欢。你看这孩子，妹子，那事咋样了？啊，小婉，去跟喜宝哥进屋玩去啊，看着弟弟。走，嫂子，哎，你和日昌的事咋样了？我早想过来看看。
可东家那孩子过生日，我就忙了几天，今儿个才得空。那天我从你那回来，就把这事儿跟瑞昌说了。瑞昌咋说的？他要是愿意呢，我现在就去找杏花。杏花要是愿意呢，咱们就找个好日子把她娶过来。瑞昌再去走库伦，你就有个伴儿了啊！不，嫂子，我想了想，还是不能委屈了人家杏花。我跟瑞昌说，让他把我休了。啥？你，哎呀，那瑞昌咋说的？他一个劲儿说是他错了，没脸见我，也没法让我原谅他。可是他哪知道是我没脸见他才让他离开的。可这些话我又说不出口，哎呀，我这心里真是难受死了。你呀，从小就认死理儿。瑞昌呢，我去跟他说去，杏花可以娶，但你不能休。那天黑家他喝了几口酒，然后出去就再没回来。我琢磨着，可能是住到杏花那儿了。你看看你怎么把事儿弄成这样了？哎，这个瑞昌也真是的，那这样躲着藏着算个啥呀？我去跟杏花说去，有天大的事儿也得说清楚。哎，别，嫂子，你别去。那咋办呢？我去。你去？别碰着你。掌柜的，来了，来碗馄饨。啊，掌柜的，我没带钱。没带钱？你看我这件衣服，能换碗馄饨吗？哎，得了，算了，一碗馄饨算我的。出门在外也不容易啊，坐吧。我还是托给你吧。哎，别这样，就一碗馄饨嘛。坐，谢谢你啊。哎，没事，别客气。我不是要饭的，回头我把钱送给你。算了，都是受苦的人，坐吧啊，来，吃吧。谢谢了。对，吃完再骑啊！来，小心，再吃一口，听话，先吃一口，张嘴，来，哎，张嘴，哎，好，张嘴，哎，好。婶子，哟，杏花啊！我还以为婶子呢。程霞，哎，他去找你了呀？咋的？你没看见他？没有啊。哎，停车就在这儿。哦，你慢点。哎，给，谢谢。程夏这个人我最知道，脾气是倔了点儿，可心眼儿好啊。你要是嫁过来，咱也受不了他的气。杏花，你要是信得过我呀，你的这个主我替你做了。不是，素贞婶子，我不能。咋的？你是不是不愿做小啊？那不，我今儿来是想跟婶子说，我要走了。走？去哪儿啊？
离开张家口，让瑞昌叔和婶子好好过日子。瑞昌咋说的？他咋说的不打紧，这是我自个儿的事儿，我自个儿能做主。这样也好。你不知道啊，程家这几天心里不好受，吃不下睡不着的。他跟瑞昌10几年了，仨孩子一个比一个机灵。你说说，要是冷不丁的瑞昌把他休了，这孩子们可咋办呢？我知道，这道理我都明白，所以我才要走。不行，走得远远。你不能走。婶子，婶子，我别叫婶子，从今往后叫嫂子，叫姐。不是，是婶子，以后也是婶子，永远都是。瑞昌叔他不喜欢我，他喜欢的是你，是你和孩子，是我不要脸，是我对不住你们。杏花，别着急，来，坐。嫂子不是个糊涂人，我看出来你是打心眼里喜欢瑞昌，瑞昌也挺喜欢你的。啊不，瑞昌叔不喜欢我，他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。婶子，我是想，我是想让你嫁给瑞昌。我刚才跟杏花已经说了，让他跟你做个伴儿，你们姐妹俩不是想让你做小当二房，是明媒正娶，你跟瑞昌在一起好好过日子。婶子，你这事儿啊，我早就想好了，就算没有你，我也不能跟瑞昌一块过了。可我把瑞昌交给别人，我还真有点不放心。杏花，有你在身边，我也没啥可放心不下的。婶子，你这不是怪我吗？你别这么说，你要是不解气，杏花可以去死，死在你面前都行。杏花，你嫂子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让孩子们跟着我，特别是小希，她还在吃奶，离不开娘。婶子，你别说了，我走，我现在就走。哎，杏花，哎，杏花，哎，杏花，小心点儿，来，慢点，慢点，呀，慢点，到这儿吧。小心点啊！老哥，我能给你们这儿找个活干吗？哎呀，这可得问姚头啊。哦，那姚头，哎，怕什么呀？哥儿几个好好干啊！晚上请你们喝酒啊！啊，老板，我想在你们这儿找活干。看你这身打扮，也不像在窑上干过呀。谁还没有个第一回呀？听你这说话也不像本地人，山西过来的吧？对。那我就不明白了。你说这山西大老远的，你跑这儿来干苦力活，那边吃不上饭了？我出来闯荡惯了，四海为家。我看你八成是惹麻烦了吧？来避祸的。哎，就算是吧。哟，那您看我还真没法留您了，您还去别的地方看看吧啊！老板，哎，老板，哎，老板，说实话，其实我也没啥事，我在家跟老婆吵架了。跟老婆吵架？您别笑。姚头，把他留下吧，我们几个实在忙不过来啊。是啊，收拾吧。弟兄们，不是说我不留他，也不是说我不心疼哥几个。你看他这样啊，穿着个大褂，抱着条狗，这细皮嫩肉跟公子哥似的。问题是我留下他干什么呀？我能干，脏点累点没关系，我有力气。
算了，你呀，给他几个窝头，赶快让他走啊！老板，我可不是要饭的。老板，就让我试试吧，我求你了。留下他吧。行，这样吧，你呀，把那皮给脱了，然后呢，你把那池子的泥也踩了啊，抓紧干吧！啊，哎，来吧，跟我来。谢谢老板，跟我到这儿来，来吧。你呀，先把这泥啊，看我样子。爷，里边请，里边坐，您请。爷，您坐哪儿啊？专座。专座。啊，您请，您请。也请。走。爷，您不是在楼上吗？上壶茶去。啊，您稍等。爷，您的茶，您还需要什么？有您就吩咐啊！
啊！哎呀，好险呐！拿点水来，再偏一点，你这眼睛可就废了。都怪我，把这解开。是我自己没留神。整天跟丢了魂似的，你这是咋整的？对不住了，二爷，以后不会了。哎，我这哪是班头啊，我是伺候你们这些爷的孙子。二爷，二爷，那位孙爷又在外头候着呢。嗯，杏花红，是这位孙爷把你闹腾的吧？你要说句话，以后不让他进咱们戏园子。哎，你这是？哎，杏花，杏花，哎，杏花，孙成贵，哎，我想好了，我给你当二房。真的？嘿嘿，哎，他娘的！不过有一条，瑞昌叔的本钱，你得都还给他。哎，杏花，这你放心，我一点问题没有，没问题。嘿嘿，我的嫁妆也不能少于300块大洋。行，你放心。事儿得明媒正娶，办得热热闹闹的，可不能糊弄。哎，那是。办事之前，你不许来这儿。哎，杏花，我这心里急呀，我做不到就算了。做得到。你还得给我单买一个院子，我可不跟那13想住一块儿。行，也行，我给你买。不用你给我买，你给我钱就行了，我自己买。那是为啥呀？杏花，你说这种事儿哪有你买的我相不中，我得买我自己喜欢的。哎，好，你买。兄弟，吃点东西吧，歇会儿再干。谢谢老哥，歇会儿吧。歇会儿吧，摇头只不过是说说。嘿，你可真犟你！你这狗啊，和你一样轴。我说啊，小伙子，别干了啊！我还没干完呢。歇着吧，摇头让你歇着了。活没干完，你再干还不累死啊？我服你了。行了，我收你还不行吗？老板，你真的留下我了？赶紧啊，赶紧休息吧！啊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歇着吧，摇头都让你歇着了。老婆，嘿，老婆，杏花她答应我了。答应什么？答应嫁给我了。真的假的？
那还有假？我跟你说，过些日子我们就办事儿。你赶紧把那个我给你拿回来钱赶紧给我。为什么？还给王瑞昌啊！你怎么了你啊？你脑袋被耗子磕了？你把那钱还给王瑞昌？那钱本来就是人家的。哎，你赶紧把钱给我啊！这不给呢？十三霞，你他娘的钱刚到手里就舍不得吐出来了，啊！你别忘了，那钱是爷的，爷才是这窑子大掌柜的，啊！那些钱都花了。咋花了？没丫头了，你没看到吗？那外边来了几个丫头，秋菊、海棠都是从北京买来的，贵着的。就那几个破烂货啊！他咋也用不了那么多钱啊！我告诉你，十三霞，你他娘的甭糊弄我啊！爷钱1块也不能少。哎呦，哎，我看你啊，是被杏花那个小狐狸精啊给迷住了，鬼迷心窍。十三霞，不是你他娘亲口答应我把杏花给我的，咋到真事儿了又反悔了？啊！你听听我说行不行啊？你仔细想想啊，这个杏花她要真想嫁给你，那你的钱不就是她的钱了吧？那干嘛还要把钱还给王瑞昌呢？你呀，都让人家当成冤大头了，自己还美滋滋的。哼！不会，杏花根本不是那种人。我告诉你啊，十三霞啊，你今天必须把钱给爷，要不然爷跟他们你没完。我就不给呢。你不给爷他娘的把你赶出去！好，赶我，现在就赶啊，赶！嘿，他娘的，十三霞，你等着，爷他妈告你去！你等着啊！娘的！出来！大小眼，大包眼，小雨，不要。师哥，先歇着吧，咱一会儿再练。哼，你又来干什么？杏花，孙成贵，你又不是不了解他啊。娘啊，是怕你后半辈子太委屈了。说的跟我前半辈子享福似的。哎呀，你这个孩子呀，你这不是跟自己赌气呢吗？啊，娘跟他这么多年啊，那不人不鬼的日子啊，怎么过的？我是怕你啊，怕你糟蹋在他的手上。行了，别说了，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。你走吧。杏花，你心里边是怎么想的？孙成贵可能是不知道，但是我的心里很清楚。你不就是假装的嫁给他，然后再让他把那些银子全都还给王瑞昌吗？是又怎么样？又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以后别娘啊闺女的叫得那么亲。我不是你闺女，你也不是我娘。好，行，你可以不认我这个娘，啊。以后就别怪我13想跟你不是一条心了啊！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孙
孙成贵的钱全在我的手里。你要是想把那些银子都从我手里拿走，你想都别想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还有啊，我跟了他这么多年，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，现在有钱了，我也该跟他享享清福了。是三小，还有啊，你欠我的那个债，我本来是想让你慢慢的还，可是现在马上还我，还我！没有，别说现在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。你一个子儿也别想拿走。哎呦，闺女，你可不要忘了，你的那个字据啊还在我的手上，要不然你就等着我去告你啊，让鸟抱抱。你给我滚！闺女，你别碰我，滚开！你给我滚！快滚！滚出去！好，滚！我滚，滚！就说赶紧告诉爹，你娘把钱藏哪儿了？不知道。这不是来了吗？啊！你怎么来了？没事，没事。哎，再拿桶水来。给你，兄弟，
别那么卖力，悠着点啊！没事。你刚来的时候，身上穿着大褂，怀里抱着小狗，我还以为啊，你跟我们不一样，想不到也是个苦力啊！快点，快点！哎，悠着点啊！哎，这个别干了，跟我到屋里拉皮去啊！走。哎，你说这小范真有福啊，才来2天就进房了。哎，咱爷们在这干了好几年了，还得风吹日晒雨淋的。哎，瑞昌，这段时间你干得真不错，一点都不犀利。你看这儿多凉快啊！以后啊，你就在这儿跟师傅好好学手艺啊！谢谢老板啊！行了行了，好好干啊！哎，你们那儿抓点紧啊！哎。杏花姐姐，小婉，你爹你娘在家吗？不在。你把这个拿着。这是啥？等你爹你娘回来了，跟他们说，这是孙成贵还回来的本钱，剩下的过几天再还啊。知道了，杏花姐姐，进来坐吧，我娘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不做了，杏花姐姐还有事呢，回去吧。把门插好了啊，小婉。哎。来，给我来一碗，来吧，来，二姐啊，香的，哎呀，哎呀，真好吃啊，真香，多吃点啊，好，哎，这我来一碗，我来一碗啊，哎，来再加点，好，哎，好，吃完有力气干活啊，对，来，给我来一碗汤，这好吃啊，好吃吧？好吃，多吃点啊。多吃点，咱好干活。哎，好，能吃饱吧？啊，咱饭管饱，吃完好干活啊。队长，来碗汤吧。饱了。宋老板，有点事儿。来，再给我来一碗。给我也来。啥事儿啊？这些日子都亏你收留了我，我今儿想回去了。回去？啥意思啊？没啥意思。我来的时候啊，我是想回张家口，半路上饿荒了，我跑你这儿来干点活，混口饭吃。这么多日子，家里还有老婆孩子，想回去了。我说呢，我看你就不像干活的样，饿了就说饿了，给你俩窝头赶路嘛。那可不成，我有力气能干活，我可不伸手要饭吃。哎，你看你，冷不丁一说走，我心里还真舍得呢。说真的，你说打我手里过这么多人，像你这么不犀利的还真没有。留下吧，要不掰你点果，咱们一块干。不了，谢谢你的好意啊。老婆孩子在家，我真想回去了。哎，那我也没法留你了。这样，我把工钱给你结了。不用了，我不要工钱。那你不要工钱，要啥呀？宋老板，你看这样行吗？我回去路上也没吃的，你再送我俩窝头去。那没问题。还有，你把这些送给我。这个，这玩意儿也没用啊！你要它，我有我的用处。哎，这我就不明白了。你说给你工钱你不要，你要这些破罐子干什么呀？这不是你搁这儿也没用，还占地儿。那感情好。你要看上这个了，都归你啊，随便拉啊！谢谢了。哎，哥儿几个吃。
吃完了咱赶紧开工了啊！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婶子，你咋找到这儿来了呢？闪家班的人告诉我的。哦，对了，杏花，你跟嫂子说，这钱是咋回事啊？小婉没告诉你吗？这是孙成贵还给瑞昌叔的本钱。哎呀，那孙成贵是啥东西啊？我还不清楚。他能心甘情愿的把瑞昌的谷子给还回来，那除非是太阳打西边出来。哎，再说，他为啥不自个还给瑞昌啊？让你给他呀？嗨，你管他为啥呢？还回来不就行了吗？杏花，你老实告诉嫂子，你是不是答应他啥了？没有。哎，婶子，你先回吧，我自己带。哎呀，杏花，你有心事甭瞒着嫂子，赶快说出来。婶子，我想辞班。辞班？可是我的契约在闪二爷手里，说啥也不肯给，所以我还得在张家口这地界再待上一段时间。啊，不过婶子你放心，我跟瑞昌叔不会再见面了。只要把瑞昌叔的本钱要回来之后，我就要嫁人了，不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嫁人？你要嫁给孙成贵啊？哎，杏花啊，那孙成贵是啥东西啊？你咋能嫁给他呢？不行，这事儿我不答应。婶子，你看，我这钱也收下了，我主意也定。这钱咱不要，咱给他退回去。王八蛋！婶子，我非把他大卸八块不可！婶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去，你让我帮瑞昌这一回吧，他的恩情我还得还呢。杏花啊，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嫂子没看错。把瑞昌托付给你，嫂子能放心。婶子，你咋还说这话呢？我都说过了，我跟瑞昌不会再见面了。杏花啊，嫂子想跟你说件事儿。这件事儿，除了我跟你素贞嫂子以外，我谁都没说。你知道了，就让他烂在肚子里。谁都不能说，特别是瑞昌，一辈子都不能让他知道。你答应我？婶子，你说吧。你知道我为啥不能跟瑞昌过到一块儿了吗？我知道，我跟瑞昌说的事儿让婶子心里膈应。不是，是我自个儿膈应我自个儿。瑞昌第1年走库伦的时候，家里就剩下了小武、小婉2个孩子。快秋收的时候，有个杆子叫马荣，进了城没到家里。他把我糟蹋了。出了这档子事儿，我真想抹脖子上撩蒜。可我怀了马荣的孩子。小新不是瑞昌的儿子，他是马荣的孽种。他刚一出生，我就想掐死他，可我实在下不了手。小新，可瑞昌叔叔他最喜欢的就是小新了。瑞昌在生意上心细，可在这些事上心粗。他以为小新是个早产儿，身子骨弱，对他特别好。可他越是这样，我这心里就越是堵得慌。他哪怕对小武好点，对小新赖点，我这心里也能好受一些。现在你明白了我为什么要离开瑞昌了吧？嫂子没跟你赌气，嫂子压根就没生你的气。我是真心实意把瑞昌托付给你呀。婶子，是我不好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杏花把婶子想得太小肚鸡肠了，我不知道你心里还藏着这么大的委屈。那你答应嫂子，等瑞昌把我休了，你就休了。不行，婶子，你不能离开瑞昌。杏花啊，你听嫂子说啊。婶子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杏花马上就把这钱给孙成贵退回去，就守在婶子身边，伺候婶子和瑞昌叔。杏花也不要啥名分，只要能陪着你们
帮你们把那几个孩子带大，杏花就心满意足了。杏花啊，你咋还不明白呀？婶子，你听我说，婶子要留下，杏花就留下；婶子要走，杏花也走。哎呀，你这丫头啊，咋比我还拧啊？哎，这么着吧，这个黑家让瑞昌回来，我跟他说。他没在我这儿，我好几天没见到他了。啥？他上回回来，说你回来了，最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。哎呀，那咋回事啊？他没回家呀？我还以为他住在你这儿呢。没有婶子，我咋敢把他留在这儿呢？哎呀，那他会去哪儿呢？哎呀，不行，我得去找找他。婶子。小师傅，我问一下，张师傅在吗？不在。那王瑞昌王掌柜来过吗？早不在了。他最近一直没来过？没有。饭店不行了。哟，回来了，回来了啊！哎，这边，哎，饭店啊，小心点啊！婶子，婶子，婶子，杏花找着了吗？哎呀，我哪儿都去了，都没有。那他会不会回禹县了呢？我也说要回家看看，兴许他回镖局了，也有可能。那就别等了，赶紧去吧，我给你找车。好。石三侠，你他娘的有种，给爷滚出来！行了，你都骂了2天了，回去歇歇吧。石三侠，起来！嘿，石三侠，你再不出来，爷一把火把这窑子点了啊！你他娘的出来！出来！孙掌柜儿。哎，老范，那什么，你终于出来见我了。我就说嘛，咱俩口子事儿有啥不好说的？您等着，爷现在上去，找你去啊！给我打！滚！你他娘的，你太狠了吧！打！滚出去！娘的，石三侠，不滚！你他娘的太狠了你！师傅，再快点儿！师傅，再快点儿！你们咋会在这儿啊？瑞昌，爹，小婉，儿子想爹了吗？瑞昌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你把我急死了！你把我急死了！爹，你去哪儿了？快回家吧。把一字沫给冲干净了啊！漂亮多了。喜不喜欢呢？喜欢。爹，他叫个啥呀？他呀，还没名呢，等着你给他起个名呢。啊？叫个啥好啊？那就叫他金子吧。你看他这一身黄毛，多像金子啊！
金子，好名儿。哎，咱就叫他金子。往后啊，咱也挣到好多好多的金子，好不好？好，差不多行了吧？赶紧吃饭啊，瑞昌。哎，哎，小婉儿。哎，你看你弄的，你带他出去玩吧。啊，出去玩了。快去。哎，擦擦手。看你，造得灰头土脸的。想啥呢你？吃饭。哎呀，大当家的，喝几盅酒，啊？傻乐啥呀？傻样儿。大大，看不上啊？看不上我这就走。哟呵哟呵哟呵，有功了你还？赶紧吃吧。哎，慢着点吃，别噎着，跟个饿狼似的。你看你造的那灰头土脸的，瘦的那样。哎，你跟我说说，这些日子你都干啥了？哎呀，说说你都干啥了？还能干啥呀？到处瞎走呗。瞎走？那啊，就把我们娘仨这么扔下不管了？没心没肺的。你当时气成那样，我哪有脸在这个家待下去啊？行啊，瑞昌，不说了。也怪我不好，我不该在你最难的时候跟你瞎闹腾。行了，不说了，吃吧啊！哎，对了，你抽空去看看杏花去。杏花啊？干啥呀？哎呀，甭管干啥，你去看看人家，人家挺惦记你的。哎，快吃，来，快吃，多吃点。来了。唱完戏了？你一直在这儿等着呢？今儿唱的好吗？还行。进去坐坐吧。不了，我就是想过来看看。我回去了。杏花，杏花，我想进去喝口水。你坐吧，坐。
啊，这个是孙成贵还给你的本钱。啥？孙成贵啊？他为啥要还我本钱呢？你管他为啥呢？还给你就行了。哎，他这回是咋了？他咋会主动还给我钱呢？你管他咋了？还给你，你就拿着重新把买卖做起来呗。杏花，杏花，开门！杏花，我知道王世昌那王八蛋就在里面呢。开门，杏花，你甭想走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不用管他。王世昌，他娘的，给我听好了啊！我去打发他走。别的女人，你甭想把他夺走。娘的，杏花，杏花，赶紧开门啊！你告诉我，哎，你赶紧把王世昌那王八蛋赶出来，别让他动你啊！我看你啥也没有了，不想你做难。娶你啊，杏花！我就答应孙成贵。答应他啥了？哎，他把你咋的了，杏花？答应嫁给他。啥？啊！我只是想帮你。我用不着。出来，杏花！哎，王世昌，你干嘛？哎，你干嘛，王世昌？哎，你干嘛呀你啊？哎，嘿，妈的！哎，我告诉你，你小子等着！杏花，杏花，来帮我们捡钱啊，杏花！杏花，杏花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告诉我。哎，你打我你！哎，杏花，杏花开门啊！哎，杏花开门啊！你看这钱掉的，杏花，杏花出来帮我捡钱来啊，杏花。卖砂锅喽！大哥，过来看看，这是我们汉人用的砂锅。再来弄。哎，这是我们汉人用的砂锅。这砂锅呀，用来煮肉可好了，你看看。这煮了肉啊，可香了。煮肉吃的咋样？呀！啊！你们是没用过，你们不知道。你们看看咋样？啊？会，有，要不你们试试？擦试。哎，跟你们这个铁锅换一下，你们看看，煮给你们看看啊！哎呦，煮着羊肉呢，我拿这个来给你们煮羊肉吃。哎，要不这个亲戚，你试试嘛。看着，啊，可是过阿瓦的，过，呀，哎，我这儿还有煮肉用的香料呢啊！几家是那个对吗？要。杏花，我又看你来了啊！杏花，开门啊！杏花，快开门！杏花，我给你带黄瓜来了啊！杏花，哎，开门！杏花，哎呦，这不程霞妹子吗？哎，你干啥？哎，妹子，哎，你打我干啥？我打的就是你！哎，别打我，我是你哥呀，妹子。没你这哥，你早不在家不上了。不是，你别打我，你！哎，滚！哎，你给我滚！孙春霞，你等着，你不认爷，滚！你不认爷，爷还不认你呢。我告诉你啊，孙成贵，你离杏花远点，这地方不许你来。别，凭什么不许来啊？你离开张家口，要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，你信不信？哎，你滚不滚你？你等着！滚不滚你？你等着！滚！哼！杏花啊，
姐包了点饺子，给你端来2碗，来看看。婶子，你说你这总麻烦。哎呀，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还不改口啊？不能叫婶子了，叫姐。嗯，姐，哎，这就对了。来，趁热尝尝姐的手艺啊！你看，这是禹县的醋，可好吃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朝廷搓药丸用的就是我们禹县的醋。快吃啊！哎呀，孙成贵那家伙，你甭搭理他啊！快吃，快吃。尝尝咋样？咋样？好吃吗？嗯，多吃点啊。哎，咋了？杏花？杏花，姐，对不住，我也不知道咋了，这些天老是觉得不得劲儿。来，来，喝点醋。姐，你咋知道我想喝醋啊？这我咋不知道？你呀，有喜了。杏花，姐，这些东西拿去当了钱给瑞昌。哎，杏花，这可不行，你跟姐不一样，这些东西你用得着。哎呀，现在不是急需吗？等到用的时候再置办呗。哎呀，这事我可做不了主，你得问瑞昌，他那个人拧，别人的钱他一分都不愿意动。姐，你不拿我当外人吧？这事儿我就拿主意了。来，你就拿着吧。杏花，不合适，哎、我真的不能拿。拿着吧，杏花，哎，拿着吧。你这。坐小车了啊！都来看看我的车，哎，好用的很。只要看中了呢，我就送给他。不要了啊，送人了。哎，都来看看我的车啊，可以过来试试。只要看中了，我就送给他。不要了啊，送人了。哎嘿，谁想要就送给谁。送人了，送人了，不要了，白送了。哎，让我看看，哪些武器？这个车想试我这车是不是要送人呐？试试吧。这个退不了，容易倒的这个。哎，不会，我这个车呀，我从张家口一路推过来的，这100多里地呢，你不看，这不好好的吗？我试试啊。我这车呀，一点毛病都没有，好着呢。来试试，来试试。哎。大家啊，哎，빨리 지나 왜? 이쪽으로. 빨리 지나. 不错吧？ 어이, 빨리 지나. 이쪽으로 해. 이쪽으로. 咋样？不错不错，还行还行。相中了没有？你真的白给？
白给。哎呀，你真的白给，什么都不要啊！你送我一只羊就行。送一只羊，我不干，我不干。哎，小羊，小小的羊。小羊啊，哎，乌骨肉，羊不肉。完了，哎，你正好，你顺便呢，把那羊啊直接杀好了，给我拿来，行吗？还杀好？行，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抓羊。哎。干什么这是？香吧？羊肉。腮红那个。腮红那个。好吃吗？来块尝尝。香啊，别客气，尝尝。尝尝。来，你也尝尝。牙丝呀，对吧？哦，那些人马上卷，不对的。来，都来看看我的羊肉香不香啊！来，尝尝。别客气，别客气。来，自己动手捞。尝尝，别客气啊。知道这肉为啥这么香吗？因为我这个锅，知道这什么锅吗？啊，这是我们汉人的专门用来炖肉的砂锅。你看，就是这锅。多少钱一个啊？一只羊，一只羊，一只小羊。啊不，这砂锅呀，可比我那车要值钱多了。一只大羊。哎呀，一只大羊不值吧？小羊，一只。小羊行不行？两只羊，现在2只羊换我那一个锅。哎，那很把个什么，俺就啊！我又涨价了啊！3只羊，3只羊换1口锅，有谁要换呢？赶紧的啊！我给2只羊。啊？你真愿意出2只羊？给你2只羊。2只羊可不行。4只羊，4只羊，我给3只。5只羊了。我给3只羊。6只，别砸了，我给5只。咱说好的可是5只羊啊！5只羊，5只羊啊！王国爹，谢谢你，你是我的再生父母。哎呦，回来了！哎，回来了！哟，王大哥回来了，忙着呢。哎，哟，回江了。雷哥，
李哥，哎，推到那边啊，王大哥，李大哥，回来了，来，哎呦，这小狗也顺溜多了啊！这一路上可快了，给弄点水喝吧。这狗起名了吗？金子，你可真敢给起名啊！改明我也捡条狗，叫翡翠。瑞昌，哎呦，宋老板回来了。瑞昌，我这还说呢，你说这些破烂玩意儿啊，他没人给我清理了，哪能呢？我应承你的事儿，我还能办不到？瑞昌啊，那我还是不明白，哎，你说你要这些破烂玩意儿干嘛呀？说实话吧，我都给卖出去了。我这还真不信，我这些好盆好罐都卖不出去，你这就能卖出去啊？那是因为咱们走的道不一样。哎，你能给我透露透露，卖哪儿了？宋老板，我还真不能说，要不我咋吃饭呢？行，那你呀，就装吧，捡好的装啊！哎，谢谢。你先装着，我去忙去了。哎，谢谢宋老板。哎，哥几个别愣着，干活。哎，干活去了，干活去。你拉走那些破玩意儿，真的变成钱了？我是把它变成羊了。羊？砂锅变羊？哎。掌柜的，哎，来，老板，来碗馄饨。不了，我是来还你那碗馄饨钱的。馄饨钱？您不记得了？我当初在你这儿吃了碗馄饨，没给钱呢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拿长勺换馄饨那个，一碗馄饨钱，算了算了。哎，我大老远从张家口跑来，就是为了还这碗馄饨钱的。哟，拿着，张家口到这儿几十里路，为了这点钱就跑一趟，那为人得讲诚信嘛。我说还就一定得还嘛。拿着。哎呦，用不了这么多，收下。那碗馄饨还救了我的命呢。忙着，大哥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走了，慢走啊。瑞昌，你真的要走啊？嗯。哎呀，你这是去玩命啊！不玩命能发大财啊！哎呀，我不用你发大财，我只要你守着我们过安生日子就行。你不让我发大财，是我让我自己发大财，不是我要发，是我必须要发，要不孙成贵那唾沫星子能淹死我。哎呀，那孙成贵是啥人呢？你跟他一般见识啊？那日子是咱自个儿过，他爱骂啥就骂啥呗。凭啥他爱骂啥就骂啥呀？甭劝了，这件事儿啊，我还真就跟他孙成贵一般见识了，我还真就跟他较上劲了。哎呀，那你也不能拿命去赌啊！你说，你要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，你让我们娘儿几个可怎么办呢？啊，瑞昌，就是死了，我也不能输这口气。再说了，我命大，好几回都没死成，这回啊，死不了。哎，杏花啊，你快点儿劝劝他啊！咋了？你这真是要去库伦啊？哎呀，这些货呀，只有送到库伦去才能挣大钱。那卖点砂锅呀，那只是小打小闹。再说了，那窑厂里的砂锅呀，那些残次品都让我拉完了，再想卖那就得买，那不得花本钱呐。你不是挣了些钱吗？花点本钱咋了？我好不容易攒了点本儿，哪能进砂锅呀？要进呢，就得进茶叶、玉器，这些个能挣大钱的货。可是我打听过了，这从来没有人秋天往库伦走的。今年为了攒这个本儿啊，把走库伦的日子给耽搁了。可是今年不走一回，我不甘心。瑞昌，你就是不替我着想，不替咱孩子着想，哎，那你总该替杏花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吧？啊，你总不能让孩子一出生就没，我不能让孩子一出生就被人骂作穷鬼。我正是为了替孩子想，我必须去。哎，
瑞昌，瑞昌。回吧，瑞昌，你的脾气我劝你也不听。我担心你这么一走，我再也见不着你了。啥话说的？你瞅你娘都说啥了？婉儿啊，在家听娘的话，好不好？你爹回来给你买好吃的啊，给你做新衣裳，好不好？我不要好吃的，我要爹。别哭了，爹过几天就回来了啊，听话。来，哎呦，来宝宝，哎呦，好儿子，哎，是不是舍不得爹走啊？叫爹，亲一个。哎，好，好儿子，不哭了啊，不哭了。杏花，等我从昆仑回来，你也该生了。过一阵子身子不得劲儿就别唱了。我自己知道，你也注意身体。行，我们等着你。回吧，路上小心点儿。爹。